ICM 綜合傳播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係 CIE 首批自資學位課程，喺2009年就已經成立㗎啦。首批學生亦都喺2011年畢業，至今我哋有超過1200名嘅畢業生。我哋嘅課程着重於以下3點：第一，ICM 課程所有嘅講師同埋廣告、公關同埋媒體等多個行業都有住緊密嘅連結，我哋可以為學生提供寶貴嘅業界網絡同埋實務經驗。ICM 課程會為廣告、公關同埋媒體等多個業界持續提供人才，並且建立強大嘅業界脈絡，為往後嘅畢業生奠定有效而且便捷嘅揾工途徑。另外，廣泛嘅國際視野亦都係我哋課程嘅重大優勢。ICM 課程着重為教授學生聚焦於大中華區以及亞太地區嘅全球化傳訊理論以及專業技能，配合全球化嘅大趨勢。ICM 課程以管理同埋新科技為焦點，我哋嘅設計係為咗裝備學生掌握管理當今快速變化嘅數碼時代，其中嘅傳訊同埋溝通策略，以至活動策劃所需嘅技能同埋知識。學生將會學習到傳統傳訊溝通方式，以及社交媒體啦、行動裝置啦、新媒體同埋網上平台嘅所有新科技。課程嘅畢業生將會具備喺各行各業擔任管理階層同埋傳訊專業人員嘅準備。ICM 強調培養學生嘅管理技能以及實務技能，透過傳授大數據分析同埋 AI 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同埋應用知識，培育學生成為數碼時代嘅領袖人才。另外， ICM 提供強大嘅業界同埋校友網絡，為畢業生鋪設更加美好燦爛嘅未來。加入 ICM 大家庭，唔單止保證咗你嘅未來，收到嘅課程亦都好開心㗎喎，為學生會帶嚟好多美好嘅回憶。喺 ICM 嘅生活非常之精彩，亦都為大家嘅社交媒體提供咗各式各樣嘅 hashtags。除咗正常嘅教室教學，我哋嘅課程亦都經常帶學生走出社會，走進業界。我哋有唔同嘅學習體驗，包括咗去唔同嘅知名廣告、公關以至製作公司參觀交流，其中包括社交媒體公司 Meta、科技公司 Cisco、4A 廣告集團 Zenith、財務公關公司 SPRG、數碼廣告公司 CMRS 以及影音製作公司 MBS 等等。我哋嘅講師同業界都有緊密嘅聯繫，所以我哋經常邀請到業界嘅精英同學生分享交流，其中包括香港漫畫泰斗馬榮成先生、香港女首富劉陳海韻金比女士、資深傳媒人吳宇大哥同埋陳志雲先生等等。同時，課程亦都經常同各大公司機構合作，其中包括數碼營銷公司 Fimic、快流消費品公司雀巢公司、4A 廣告集團 Zenith、精品酒店 Vendor 同埋其他大中小型嘅公司。正如之前提及 ，ICM 係非常着重國際視野，所以我哋亦都會帶同學走出香港到世界各地交流同埋學習，參觀當地嘅文化、廣告、公關同埋媒體公司。啱啱提及過嘅所有活動同埋體驗，除咗有賴我哋講師同業界嘅聯繫咧，亦都唔少得我哋強大嘅畢業生網絡喎。我哋嘅課程同畢業生一直都保持住聯繫，新嘅同學畢業之後，亦都會受邀請參加呢個強大嘅畢業生網絡。修讀 ICM 課程需時2年，亦即係4個學期。成個課程需要修讀66個學分，大部分嘅科目係屬於廣告、公關、媒體、新科技等嘅學科單元。有關課程嘅內容同埋其他嘅詳情，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查閱。ICM 為社會提供專業人才，唔係限於廣告、公關同埋媒體行業㗎。我哋嘅畢業生已經滲透到各行各業，
其中包括演藝、KOL、人事管理、銀行金融、市場推廣同埋其他嘅服務行業。ICM 培養嘅唔單止係職業技能，更加重要嘅係人際傳訊嘅技巧，令到學生可以適應唔同嘅行業同埋工作環境，成為業界精英。畢業嘅時候，希望大家都可以好驕傲咁樣講一句：我係 ICM 啊，我做得到 ，I can manage。